细绣飞刀就意来出京。水海堂里微微分享着火从天降，梅包去学唱戏，搿大不要去十里。小姑娘母亲头啊，一张官司啪别落下去，崔海堂当然晓得后果是啥，所以搿个人的微分走到上半边，眼里哈过来。说是崔海堂搿个人蛮胆硬，那让乡下头十样几花艺术，从来放出眼里。男儿欲泪不轻弹，这是味道伤心处。那场16年的辛苦啊，到今朝一眼付之东流，留下来假使碰着陆香怡，你叫我哪能到陆香怡去交代？上了你，你好狠心啊！你可是要我崔海堂的命啊！哪能办？打官司搿是晓得。肯定是的。那么输了呀，我有2间个破房子，这个后边还有5亩薄地，我公税相送，我送不来上了你。但是我晓得你上了你非要这个地，你要我个。崔海堂历历上推，整个过去辰光恨不得有根绳子啊，上吊个女头才有啊。这个推起推得上，推到明朝早晨那个9点钟，你为了让推起。我有个王家里的奶奶来着，啥天嘛？哎呀，你这吃过再的来辰光，没办法来好些呀。今朝哪副来着？一商量嘛，是我来吃开，那么一路当过来，不晓得哪有一口嘛？哎呀，不来，那么个片上浪向看得见，崔海堂手浪啊，哦。我不但没办法嘞，干嘛也追不追债？为啥嘛？哎呀，没办法把你导致败债，3点2点，搿桩事体要了崔海堂门前写出的呀。做过没？谢。哎呦，吴三呐！听见这个大块的女人的声音，谁已经出去了？我道是谁呀？哎呦，吴三啊！原来是王奶奶。哎呦，怎么这么客气呀？大驾光临，有何贵干？什么大家小家，串门子呗。是吗？是啊。崔海堂晓得，你哪是串门子？你现在辰光是关着囡恩去唱戏，哪能办？假使我不想，囡恩只能跟着走；假使我低出你的手，一场想。崔海堂心碎，他清朝1年妻子10样辛苦，囡恩才保不了。王奶奶啊，吴三呐，我知道你今儿不是来串门子的，你呀，你是来叫咱美宝唱戏去的。对美宝看看阿奶搭里讲讲，美宝在我昆蒙头里唱戏，自家也晓得呀，哪是不能再去着？刚刚清爽吧。老奶奶，我偷偷学戏的事儿，爸爸知道了，从今往后我不能学了啊！哎呀，跳起来了，说个夫子叫，我不是不来个，带吃个母的呀，啪嗒，没让鼻子。哎呦，美宝啊，你这孩子可真不懂事儿，唱戏呀，哪有这么容易呀？想学就学，不学就不学了吗？崔海堂气啊！啥天是落了我屋里个门口头啊！你看见，肆无忌惮。王奶奶，我吴三平日里尊敬你，叫你一声王奶奶，今儿我还是叫你王奶奶。哼！我说啊，你回去和你那没出息的兄弟啊讲清楚了啊！想骗我闺女没门儿，
什么骗？我还警告你，警告什么？从今往后，你再敢踏进我吴家大门一步，你相信不相信？我打断你的狗腿！不但是好看，虽说身体不好，到底男人要别噼里啪啦一顿三我脚，还有好啊，胡三呐，你嘴这么凶啊，狗咬吕洞宾，不是好人心呐。行，今儿个我王奶奶不跟你计较，我叫美宝的师傅来，您有威风，冲他走去。哼！崔院长晓得现在辰光只有一个登台线，要来一伤得来。那么也有办法，我带来个办法哦。崔海棠的队重新派抵达，不晓得队刚刚抵达至没几会辰光，杀伤队里听见悠悠叫，哎呀，有一个人在唱戏，这个声音熟得啦，像一个人，啥人？真的不敢讲，居然像自家的师兄。哪可能？实际上几乎年数，我亲见师兄啊，从来不来些课。哪会还奇怪了？这个两只脚会得不听自家的闲话，砰，人立起来，一步一步往门前一走，手搭两蹦，对前面一看嘛，啊！再看就远远就过来一个人，啊，对头身材。身浪讲一声没人出头，斗当搿张面孔，后面拉大胡子，非是自家的师兄是啥人？崔海棠各种激动啊，汪汪一声喊出来：“师兄，我在这儿啊！你快来，我在这儿啊！”那是山肉和那副是叫肌肤重生，一路地位孤单给他来，然后又听见师兄我在这儿呢，啊，二十四的叫，所以家里一路打进，一路奔嘛。一米两口，越来越精彩，但是这个他心里想越来越难过。为啥？16年门前的师弟后登风采，但是现在来看看，像啥个样子哦？也是难过，看见师弟也是激动，家里打进奔过来，哎呀，我的好师弟呀，你好啊！是什么风把您给吹来的？哎呀，什么风都能把我吹来呀！哎，你好啊！你好啊！你好啊！这么多年没见，你好，甚至我硬朗了。瞧，多硬朗，多好呢！是，师傅他老人家也好啊，好着呢，好着呢，弟兄们都好啊，大家都好。不知道我想他们呐，我也想你啊，真想来看你来着。成家了没有啊？那你们就这个地方是谁？哎呀，成什么家？我怕女人管，钻石王老五来着。现在还没成家呢。里面走，里面走，请。乖师弟兄两搞的三股弄在台上像唱戏上，请到里向，结果是三只脚一只靠背，罗师兄捧起我来，走。我说美宝啊，快出来，你干爹来了，快出来啊！没办呢哈。刚刚的王奶奶一来晓得窗子后在，现在带了个里向，听见摇了浪讲鸡鸭来着，说上过来个鸡鸭家，干爹。哦，想着子，也当我讲过个，小辰光当我认个鸡鸭是我养个师兄，所以一路吃来么。爸爸，哎呦，这闺女师弟啊，好福气呀！美宝都长这么大，我看着越看越高兴。哎呀，真好啊，福气！可是你不知道啊，你干女儿，如今她闯下大祸了。你们嘴上啊，遇上什么事情呢？哎呀，小孩子家能闯什么祸呢？这么长那么短，把文书都给写了。哎，美宝，你可真糊涂！你这官书一写，你就算是上老二的人了，你真是，哎呀！为咱们哪弄法家？好，师弟，别难过，放心，包我身上。啥也把了男生浪向，我哪能办法子呢？是吧？虽然这个辰光，搿面来个在，我说姐，哎呦，兄弟，别气，啊，别怕。今儿有兄弟在此了。是的，吴三出来，有位子，你走吧。这破房子就是在这儿呢，的家了啊！没错。别怕啊！兄弟，今儿有兄弟，我凑253。出来啊！
我老二好心帮你一把，嘿，狗咬吕洞宾，还不是我好人性呢。不过没关系啊，大家都是唱戏的，你也懂这个规矩，拿句话出来。老强，十三岁的不必要闷闷叫一声老强了，像这个老强啥你还这个是我的错啊，哪给他想我的还有人晓得？啥人家我心里想不大无心啊，对妹妹叫八个无来对个面一看嘛，呀西瓜子，啥就看就少女坤让给他，这个少女坤哪从路打出来的呢？第二家看看也西瓜子，各个朋友老给他嘛，我甚至王八蛋我都给他来。少女坤你的，南无分你的，老叫人的，有这一大老一个西板子。那么吃鸦片年头上来了，冬天没了，南北呢？老强听么子啊，老句啊，看见个山上头头了，我西昌好说我这个行头绑的一回，趁你一个不注意我努力这个行头挪过来，嘎啦子的我一个嘿，往正后头吹出去，啥地方跌倒，不晓得谁让前头奔个辰光，随时里要背后塞到来，这个上有可能不讲道理的，想都不想，背后头撩起来，砰的一记耳光。这一记你给我画上来，当到上了，你哪个人忙正黄豆里干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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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10点个跌出去，还要跌几乎有。那现在海叉头再起码一个起步高，呀西瓜这个嘛有老让该当，我甚至王八蛋我都该得来，好手率上老牛，这帮五郎听这个种做工杀上头的，我说姐，方才你那粥啊，哎，回来！谁呀？这么耳熟谁呀？我说我。哎呦，二爷怎么会是您呢？好久不见，好啊，您好啊，你好啊，你还没死呢，还活着呢，还没死呢。你好啊，好啊，长能耐了。什么话啊？骗闺女，哎，骗得出来堂头上。哎呀，二爷，这话你道听途说，我怎么会骗秋海当闺女呢？是啊，闺女自个儿哭哭啼啼拜我为师。什么？他爹不愿教他，是他哭着求我才美宝啊，自个儿求你啊，是啊，要你教。闺女，你开口，你说话是不是那天？你别鄙视他，你说了半天，有没有凭据？凭据，口说无凭吗？凭据我当然有啊。好，拿出来瞧瞧。一个上浪，你想弄不懂，我让你们去，我答应他时间上去啥的，我有凭据，这个凭据让法院里怕用啊，让你们去不怕用的。拿出来啊！我的脾气。这样，你给我听了。美宝是我赵玉坤的干女儿，是感情好嘞。她的事儿，我能做主。哦，你把凭据拿出来瞧瞧，有没有官书？有官书。美宝归你，二话不说。没官书。好，那是三叔公二爷，来，两位老长辈，来，话这么多。小弟们，帮衬人也都有哈。谁不在长辈海到门前？我说，三叔公您老前辈了，这一位你们不认识，江湖上有名，咱这行当里边有名的角儿啊，赵老板他说一不二。他方才说了有凭据了，这美宝就归我了，没凭据，这美宝啊归他了。我说我们这行当都是这个规矩，拜我为师，那就得写这张东西，那叫官书。二爷您也瞧清楚，上面写的是明明白白，字要有。二爷您，这我说的你。不用抢了，看看瞧瞧不行吗？我得瞧清楚啊！你瞧，这是咱美宝写的吗？这当然是闺女，你是不是那天你？你别冲着他，美宝的字我看得出，这哪是他写，是你写的。这不是我写的，不这是他写的，不是我写的。挪起来比地样。二爷，您
你骗人！你什么骗人？你是骗子！我骗什么了？你方才说的有关注美宝归我，没关注美宝才归你呢。没错，关叔呢？我上当了，我他妈的官书给你烧了，我他妈的！你别以为我怕你，我不怕你的，我到法院了，我去告你呢！啊！我让你告进去滚！半个上来一记我上了你，这个火头三个，你都要吃鸦片，这火头，我这诉讼这一塌糊涂，砰修上来记，当到上了你老牛的哇！哎呀，最几乎圈子要366只圈子的了，走得眼花了，姐，哎呦，兄弟姐，家在哪儿啊？我们的家门在这儿呢，这是秋海棠的家呀！也是话当得了，我的也不认得后头，好手机的向高头倒转去，边浪向个吹海棠，哎呀，身浪向一身汗啊！真没想到，哎呀，师弟啊，高兴了啊！我知道你高兴。今儿个我来呀，还有天大地大的大喜事儿。说什么？还有天大地大的大喜事儿？没错。崔海棠，你当然已经有点猜得。上个几个年数呢，师兄从来不来，今朝来到呢，一定有事体。现在看看天大地大的大喜事，我觉得这个一年我为啥个喜事？也有的，我一直辣浪帮忙。为啥有保还没走脱？陆湘有我的事有一家人家合家都有，搿就是我心里想最大个事体了，是吧？但是刚一想门，就看见边浪向囡恩立辣边浪向，哎呀，发觉啥体呢？囡恩当然要问我一个娘，咁哪样说呢？假使我老实当你讲个说话，但是每一天问我一个娘。原来我在硬心上说个句话，说你娘老着死着。当场辰光，搿小囡往大哭一场，但是从今以后，搿小囡似乎非常懂事体，你似乎就觉着提着搿个娘搿一个字，我也会得难过。故而你从来不提娘。现在一问陆湘义3个字出来，你踏上来半山门市，你叫我哪回答？没房，我叫你干嘛？进去烧饭。师兄，到底这么一种天大地大的大好事？别急，我晓得你这个，你也猜得着，你聪明人，晓得我来做啥子？师弟啊，不瞒你说，这10几年呐，我真一直在想你，真的一直想来看你。我也想。可是你看我这样子，真的。这是不能怪你的。师弟啊，与你一笔之间，谁与你？
元宝藩这个老贼死了，他是怎么死的？松林一战，打死的。是给打死的，没好死。我早就知道这老贼他没好死。是啊，他死了以后呢，香姨，他香姨人在哪儿？我写的那他现在怎么样？别急呀，他在哪儿啊？你快听我说嘛，啊香姨呀，好聪明，有办法一些，大家当个人也有计划，好一个聪明女。得信不是以教状来给背，保得性命系，乡土少女困叔叔来主意，他希望升江去，你们风雨谁比？沈老想大力搞下来，里向300块洋钿拿出来嘛。师弟，香姨给的，拿着。这香姨给的。这钱让我们到上海去找他，一家团圆。为什么要到上海去呢？咦，没跟你拿3个讲，现在外面可是兵荒马乱的，到这儿怎么行呢？你弟弟了，让上海，这个兄弟现在没哈了了。都一道去，我想有个照应，有个依靠嘛。啊，听我的，上海去，阖家团圆。李香美白一听什么的？香姨，我娘家老香姨，到上海去，一搞头油，咦，要得我讲。娘来在西在，啥个军阀？哦，有点懂。娘不至于。现在这个军阀死脱在，叫你还加头油。你不想你是哪个人家家？我明明与娘，一直打理，狗屎子，要明明与家先，但是偏偏。只能够拿来娘搿张照片喊娘的名字，但是不去过里那哈，你讲人家总算能够排队，能够都有，非晓得个，爷个心里一定非常非常拷问。菲比，你囡恩以为爷过些辰光会得拷问，但是最后当现在辰光，两只眼睛辣辣看搿个铜钿。居然连一声不响。他是默默敷衍。路兄喂，苦心改来神不是16年来是文明来为女儿早人要分几包，为让要放风哎，10月冬去意，春夏衣哎白，那有半点心酸叫儿
确信了世间千般苦，故而欢喜之中不胜悲。我崔海棠付出啥个代价？假使我要说的说，我只有4个字，叫生不是死。所以说，我这个男人只有到今朝一年40岁，才方始能够把自家圈上一个句是哪样一个人生崔海棠。晓得随浪搿个辰光，另外一个崔海棠来浪这边来，崔海棠你啥体？啥体？你应该康稳，你应该开心。啥体？你搿个男人你了不起，你也晓得。10多年门前，你居然带着搿张面孔，碰瓷可能连血泡泡回转来。你到今朝一是做爷，一是做娘，我搿一个小头16岁，养到16岁还是初中毕业生。你眼睛当我闭拢，你了不起！你带着搿个侬得子上来，让侬绑队，搿路上一看见么，肯定靠我扑上来，也喊上女儿。搿个侬看见让当扑上去喊上妈妈，那时那今给予几乎那个靠我，几乎那个幸福，你不是一向欢喜完美的吗？为啥个完美比搿个还完美？与你搿种男人，搿些辰光自家开心的辰光，你还要出眼泪，还要哭呢。等我眼泪嘎头，那个崔海棠果然离个闲话不无道理，所以崔海棠几岁看眼泪，不晓得奇怪了，搿个水绑到自家面孔浪向，平常辰光不过啥。假使今朝碰到搿个面孔浪向，搿个水用戳地上个砰，是抬个抬出去。崔海棠，你不要再往好个上花想，你不要忘记他，你面目翠绿，人人见你怕。你搿张面孔10多年门前，你带着搿张面孔回转来。该打村浪向在喊你啥？翠丽儿红伞，我也有，我也恨，我隐隐不恨。啥地？因为搿张面孔是难看，我自家不要看，不要说翠丽儿，你都喊我妖怪红伞，我这样答应的了。但是我晓得，我受刑的辰光，陆香烟可不辣浪边浪向，辣陆香烟脑子里一定会保证的一个。非常漂亮的崔海棠的形象。16年到今朝1年，绑队，我在忙里门前一立，你看见是啥样一个崔海棠立辣自家门前，你会会得像过去一样的欢喜，会会得像过去一样啥样的激动。所以说，把我往这里门前一立。16年相思要化作灰，屏幕书生难家配，只怕飞女相依，只可以途中美。你死病死得子，你身浪向为。啥样的毛病，你这让人吐血，你回去绑队啥？你弟弟会赶到上海去绑队，那叫相依难。说到底是在崔海棠自私啊！崔海棠虽然搿短短一些辰光，你相随相随，相助相遇，你相到再遇。他思想再深，终明白，今生不能去上海滩。加上这样想到再遇，
原来这个16年的相思难可一幕。不气，不晓得谁让这个辰光只听见你死亡改变，哔哩吧啦。哎呀，最后让你忘记他那为一个男人来忘记这个职位。美宝女孩，她雨后水年，16年妇娘口不开，这闺女相许，她要落开。喂，侬李玉娘，你应该有娘，你老早就应该有娘啊！实讲倒不是想托师兄带了去，让他们血肉相拥，我今夕家。师兄，上海我不去了。要有眼特个了，当子呢眼瞪瞪的让心啊要拿下气发呀！哎，为什么不去啊？怎么了？脸，这脸又怎么了？我问你，当初你和香姨要好，难道就为这脸了？真是！再想想那么多年，什么苦我都忍了。可是我怕到了上海，香姨看见你放心，香姨不是这样的人，肯定不是。师兄，你不理解我。怎么了？不理解？我拜托你一件事。什么事？你把闺女给我带给香姨。不行啊，那不能是出来，自个儿带，我不带，我带算怎么回事了？真是，我不管。不到上海，我不行，你自个儿带，活着带，死了也得自个儿带，我不带。师兄这咋样这么讲的？美白一听，哎呀，两个药菜像我菜起来之外，根本我帮啥人？帮鸡药，啥天嘛帮子青药上海没得去，青药没得去改，所以门拉开，人带药门前没。爸爸，干嘛？上海要去的。到上海去干嘛？见妈妈。你怎么知道了？我在听。我这句话都让他听不讲。我说美宝啊，哎，这10多年来都爸爸不好，不瞒着你。其实妈妈没死。我听到了。是。今儿你啥也别多想啊，你听爸爸一句话，跟着干爹到上海见妈妈去。那您呢？爸爸不去了。为什么呀？爸爸脸丑。不，爸爸，你挺美的。记得最后当初晓得侬搿句话，不是讲你搿张面孔挺美的，是讲这个心灵美。美宝，大人的事你也别多问了，都过去的事了。今儿就跟着干爹把衣服整理整理，就到上海去。爸爸，你老说我不懂事不懂事，其实我什么都懂，我真的都知道。你现在叫我一个人去，你呢？我问你，你想妈妈吗？我知道，你想的。你老是喊妈妈的名字，不要以为我没听见。爸爸，你现在不去，妈妈也难过。你想啊，这么多年你那么辛苦，为什么还不就为阖家团圆？你现在不去，那有什么意思？你这16年有什么意思？爸爸，您别叫我一个人去，我走了，您怎么办？我知道，我要想你的，你也要想我的。你不去，我也不去，大家都不去。啥人说搿个囡恩年纪还小，其实是老早懂不是了。
但是侬你叫我哪能得来告诉我？因为我跟你娘有一段特别美好的过去，所以今朝再碰头，不可能得罪点啥，只可能失去点啥。你难懂，但是这个闲话，你叫我哪能讲？你叫我哪能来解释？崔海棠没办法，我说美宝啊，爸爸，爸爸知道你的心思啊。可是现在你别多问了，就听爸爸一句话，跟着干爹到上海去。我不听，我不去，要就一起去。今天就算是爸爸求你了，我不要你求，我不去。我再问你一句，你到底去还是不去？不去。你再说一句，就是不去。把崔海棠把水高高举起。是的。你不去，我可就要打了。好，你打死我，我也不去。那些狗血辰光，崔海棠那个水里哪花得下去哦？啥体16年来，要对我们两家头相依为命，而是今朝分手的辰光，我再去靠一记自家的男人啊！周而一想，崔海棠乃么算是脾气万岁，你啥体才敢跟哦？是个来颠破陆香怡本性，但是你今朝为之男人，你就努力打到上来。碰对陆香怡看起来张面孔实在难看，啊的把他身体调转，叫得你男人打转，为之男人，你应该注意他，你啥体才敢跟？是个那个身体是太坏，或许你半路浪向你帮手还下来，但是为之男人，你应该注意他呢。来到今朝一年，扪心自问，两个女子辣你门前，谁轻谁重？都问他这个当然是男人咯。想到该打崔海棠，水哇，那让落来，傻丫头，哭啥呢？哭啥呢？爸爸跟你闹着玩的。啊，你人命也不能乱出来的。爸爸也想你妈妈的，和你闹着玩的。明儿啊，咱整理整理东西啊，就赶到上海见妈妈，好的，阖家团圆。哎，准备嘛，到上海到地上要门照记住。